喂，各位老友，你哋聽咗未？華語天王王力宏最近開演唱會，唔係同辣妹跳舞，係同 AI 機器人。大佬啊，我睇到真係 O 晒嘴。偶像家陣係同個鐵皮人完美互動。以前講王力宏情歌幾冧，家陣佢同個鐵皮人跳探歌，仲話個機器人舞步精準到嚇死人，拍子快過你老闆叫你搞掂佢。各位大佬，你做嘢慢係人性化。家陣 AI 話佢唔只有創意，仲唔使 OT， 唔甩碌，唔使出糧，呢份糧咪就係佢嘅成本效益。所以各位巴斯打唔好以為呢啲離地嘢同你無關啊！舞台上 AI 機器人跳得咁靈活，你電腦前面個 AI 隨時搶你飯碗跳得更快。如果你唔識舞部機，遲早係部機冇返你。唔好話個世界點解咁快，係你個腦轉得慢咋。睇嚟以後演唱會可能淨係賣 AI 嘅飛，個巨星就喺後台打機收錢。各位兄弟，我哋都係快啲學下點樣做 AI 嘅經理人，好過淨係做 AI 嘅背景板啊！祝各位今晚發個好夢，夢見自己係 AI 嘅老闆，唔係 AI 嘅下一份工。拜拜。